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要罢免掉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连署书，已经来到4万份。7月初5，这礼拜5就要送件。国民党、由党中央、立法院党团、议会党团甲基隆市政府4方联名，组成一个守护基隆的小组，要来保住谢国良市长的位。谢国良讲，伊即摆重点是守护基隆，做好市政。另外传出讲，前立委高嘉瑜有意思要来补选基隆市长。谢国良讲，伊毋是真了解，所以无回应。基隆市长谢国良面对罢免的危机，国民党未当不咧准备，为着告这支条法，昨暗时伫中央党部开会想办法，由党中央、人民党团、议会党团和市府4方联名，同齐守护基隆小组。我们自始至终都不赞成罢免这件事情，守护基隆当作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主轴，来把我们的市政论述好，我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基隆情感的一些情况。国民党拼全力都要来保护这支条法，不过如今在罢免的连署数已经超过4万份，达到第2阶段罢免的门槛。外界嘛在咧笑，这支条法若是红背起来，想要来补这个位。民进党这边前立委高嘉瑜伫咧政论节目顶讲，随时拢伫咧高调软性练球，做好上场的准备。虽然伊无讲伤济，不过并且用真侪网友留话支持参加补选。另外嘛有人讲到现今的基隆市议长董主委，搁2020市长选举时落选的蔡适应，民进党政治会执行长王义川伫咧节目顶讲，对波波讨论补选的问题，伊嘛点名家人丁国林、柯孝顺、律师谢振武、媒体人周玉虎，强调补选的人选对了在地情景没有知名度。另外嘛讲到国民党现今立委林派雄过去有想要参选市长，反正伊嘛想要补选。高嘉瑜委员是一位优秀的立法委员，不过这不是本党也不是跟市政府有关的一个事务。那我想我在这边就不特别回应这样子的问题，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。罢免的连署书5号特别送件出去，接落来就看国民党的日头，敢会当守掉谢国良市长的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